正大消息，继续来看王金平昨暝去找韩国瑜讲话，这个行程无公开，讲上主要是咧讲高雄投资的情形，并无讲到选总统的话题。全国工业总会早起有一场经济座谈会，王金平甲韩国瑜拢有参加。理事长王文恩讲，若是因提出的需求，会当得到高雄市府的协助，就要伫高雄投资1598亿。大家好啊！王金平甲民众拍招呼，伊趁伫高雄5星级饭店，要甲韩国瑜密会。大几楼？队长在哪里？韩国瑜真低调，故意撇开媒体。王金平讲要谈经济问题，纯粹是工总那里哈，王理事长王文渊先生，他呢举行了一个参会。对着2020总统大选，王金平表示，对于韩国瑜主动提起，因为这不是因密会重点，其实两个人会面，拢是因为过长工会知影，这场全国工业总会经济起飞高雄启航的座谈会，身为名誉理事王金平以及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受邀请。电不通，想办法帮你电补正；路不平，帮你铺平；环境土地帮你找好。各位就是凤凰，自己会去下蛋，自己会去茁壮，自己会去飞翔。工总理事长王文恩伫事中讲到，若是提出的需求会当得到高雄市府协助，就会投资高雄。企业也是从高雄换，我们乐观高雄经济能够再度。投资金额根据王金平的透露是1598亿，工总为高雄带来利多，不过大家也是真关心国民党2020总统大选的问题。王金平讲4月初8拜访主席吴敦义，外团韩国瑜嘛伫出访美国进前甲吴敦义见面。韩国瑜的动向是毋是参选2020总统大选，依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